高雄市咱即回太子宫咧做大事，会使讲国家大家拢真欢喜、真用心。咱即回是咱前几位立委，甲吴景义话来主办一段，各位，咱今仔个搞三千了以后，可是还是照样客嘛。好，所以你看前2天后面的乡亲，大家拢足支持。那我们接着请林俊宪委员跟大家鼓个掌声欢迎。来，感谢咱团长介绍。我想来用心哦，大家用心今日来看咱所有老师哦，所做咩联欢的演出。咱会伫午的时阵，阮在遮代表吼，跟大家致上最深的感谢。咱若对像拄则评委委员所讲报告，各位当想讲，咱要办一个乐天大节，24年才一届，这虽然是10年的时间吼，你看爱动员偌济资源，偌济志工。你看咱的王建中主委吼，甲咱阿元总干事，以及咱在地吼，咱家己新营的议员、张议员，咱吴家议员，大家我日到无闲。啊，不过咱若看到遐尼济人，遮尔闹热，大家来参拜，大家来共同参与着活动，我相信吼，伊着拢有知影人忝。我拄则甲评委同款的心情，我甲安尼前一年吼，到第遐的葡萄苗啦吼，哇，实在是无法度形容的，反正真正创下台湾吼总统活动的记录。我相信啊，伫这短时间吼，遐济人来新营吼，来咱庙里来参拜，这一定是创下另外一个记录。咱同时伫遮吼做一个意义，咱嘛是祈求咱太子爷吼来甲保庇，保庇互咱学境平安，事事无灾，互咱大家乡亲拢身体健康，大家拢万事如意，新年健康，大家一起好不？哦，多谢啦，谢谢。哦，多谢委员，来大家祝贺，各位甲你报祝贺电话，咱个 OK 电话咯，我30年的交情。第30年以前，而且年大话咧，即摆有人介绍年安尼，即回哦，各位报，头我讲，我正爱上新歌，还要准备棒棒糖给小朋友，给年轻的朋友，棒棒糖来准备，来，各位，我们掌声加尖叫，欢迎我尖，好。哦。你这个我尖叫哦，你讲完了，肯定要换跟动。哦，感谢咱民湾的单团长吼，甲咱幕后这演员啦吼，夹头前面这小丽的美女吼，甲你讲一句辛苦，嘛特别来感谢吼，这2天互恁来到新营，帮忙着咱新营这颗也是科这个9条成就乐天大事吼。要互万幸福啦吼，平安看恁啦吼，平安看恁吼，平安做一个结尾吼。人讲好运后壁无计来机会啦吼。总是大家拢非常清楚，今仔日平安下当来到咱太子宫连续做2天。较谢谢，就是咱单团长医生因所有行程特别来帮忙咱太子宫这个饼是可这个乐天大节这咱是不是无计拜托，咱单团长另外总团的委员大感谢一下，感恩，谢谢，多谢啦吼，真正这无单团长的当头，这2天。绝对出一工尔吼，今仔日上介重要的，咱太子宫咱主委特别安排这个暗会是由刘华宇来做首尾吼，刘华宇来做压轴啦吼，大家拢看会到，真正差不多摆到比较路口呀吼，无输迄个摇酒来，绝对无输摇。911啦吼，歹势啦，真正无输伊，是不是咱家己鼓励一下，咱对咱本土的文化，咱的支持啦。好，感谢莫搞话啊，等一下咱较另外做煞，另外快点太子宫连破这一记录，伊讲伊等一下有若要破记录，
会使成功的，会使成功吼。咱一个另外所有演员，讲起落去到大雅卡，结甲大家翕相。安尼有半支都无啊！哦，赞赞赞！尊敬无啊！哦，伊就是对啊，看咱太子金遮个遮个信众，太子阿公的信众，遮尔啊热情，咱院长要纯粹哦，讲公益要落去下底，这真正嘛破纪录啊啦，我是真正12万分的感谢咱民望这届会当来太子殿做这2天的公演。来帮太子殿，帮太子爷公来做这颗圆满的酒，感谢大家，多谢。来这个可以准备开演，我台顶有一句话，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我眼里肯定无对，无啊，这人的准备，伊的用功，伊的支持，这是重要。各位，谢谢你们的双手，掌声尖叫，感谢各位，1、2、3。谢谢，大家好，大家委婉，大家请慢。